你有冇試過同宇宙落訂單，想爆數，想升職，但係就冇回應，但係驚買咗嘅股票跌，驚 bonus 出得少，就次次都中，好似宇宙同你玩嘢咁樣。你好積極，但係呢啲激死人嘅事不停發生喺你人生。我想同你分享呢啲同你嘅努力或者能力完全冇關係，而係同一個科學現象有關係，就係量子糾纏。今日你會學到即學即用嘅方法，幫你同你想要嘅事業財富目標量子糾纏。點解你要聽我講？我叫吸引力法則小姐 Yan， 喺6年我幫咗超過600位女士顯化超過6億港幣生意。我亦都透過接下來會同你分享嘅方法，幫我擺脫月薪2萬元嘅自己，喺3年內成功糾纏到超過8位數字收入嘅自己。對於專業人士同埋銷售精英嚟講，恭喜你！如果你有緣睇到呢個影片，代表你好快會同你理想版本嘅自己量子糾纏。根據現有嘅科學理論啦，我哋嘅世界咧喺宇宙大爆炸嘅一刻已經誕生咗，包括所有嘅物質同埋所有版本同你要嘅願望，佢哋都係由能量組成嘅。量子糾纏簡單嚟講，就係2粒曾經連結過嘅量子，你將佢分開，無論幾遠，只要改變其中一粒嘅話，對方都會有感應。科學家試過做過實驗，將一對糾纏過嘅量子，一粒放喺地底實驗室，一粒放喺太空，只要改變其中一粒，另外一粒會即時有反應。呢個原理同你人生咧都係有直接關係。你睇落係一個人體，但係你體內咧，科學證實係有無數嘅紅外線光子同埋生物光子運作緊，呢啲都係屬於量子嘅。但呢個只係其中一個版本嘅你，你本身就係宇宙嘅一部分，而其他版本嘅你，包括財務自由嘅你，包括業績爆發嘅你，包括事業突破嘅你，全部都係量子能量場波函數入面。但係點解你仲未同嗰啲成功版本嘅自己糾纏呢？因為而家你嘅能量決定咗你連結咗邊一個版本。我想你問下自己，你想事業突破、業績增加，背後真正嘅原因係乜？係咪真係為咗嗰個財富數字同埋地位呢？但係真相，我教咗好多學生，幫佢哋揾翻嚟，發現佢哋真正想要嘅係一啲財富得到嘅安全感同埋被尊重嘅感覺。但係點解你想要？因為代表你呢一刻可能未感受到足夠嘅安全感同尊重。當你嘅頻率唔對齊，你自然冇辦法糾纏到對應嘅版本。亦都解釋點解你越冇安全感，你嘅業績就越差，因為業績差就係對應緊令你好驚好不安嘅頻率。所以想科學糾纏到你想要嘅事業財富目標，你必須處理好你嘅情緒。所有焦慮、擔心、害怕失敗，全部都係不同形式嘅恐懼。只要改變面對恐懼嘅方式，你就可以改變到你糾纏到嘅版本。我哋嘅潛意識唔係設計俾你開心，而係要令你保持習慣同安全。你可以誠實問下，如果自己升唔到職或者業績下滑，你害怕乜嘢？你會否害怕公司不再重用你，或者被裁員，或者你冇生意業績，你要結束營業？呢啲通通都係指向冇錢。由細到大，我哋嘅社會屋企灌輸冇錢就會唔安全。咁試問冇錢嘅話，你要幾耐先會餓死街頭呢？你會發現其實你根本唔會發生，而呢件事係好無稽嘅，係嘛？咁所以我自己都做過呢一個練習，我發現我最害怕嘅唔係驚冇錢，瞓街餓死街頭，而係我驚俾人取笑我戇居。所以我到而家講啦，就算呢個世界笑我唔緊要嘅，我尊重我自己咪得咯。世界唔係話你聰明就會成功，
咁你發現啦，最壞嘅情況其實你承受到嘅喎，所以你可以同自己講：我唔需要業績或者新嘅職位令我感到安全，做唔成呢單升唔到職，我都唔會餓死街頭嘅。可能我值得更加好嘅機會，或者遇到更加大嘅單同埋客。正如奧運溜冰冠軍 Alysa Liu 咁樣，佢話佢從來都唔覺得會失去啲乜嘢，因為佢發現每一個經歷佢都係得到，佢會學習到經驗同埋成長。當你唔再驚最壞嘅情況，恐懼就會失去對你嘅影響，取而代之，你就會變咗有動力、勇氣同信心。當你改變對恐懼嘅睇法，你嘅現實都會改變。而科學研究都證實我哋大腦處理好驚、好恐懼同興奮其實係同一個區域嘅，亦都解釋大家點解鍾意玩機動遊戲同睇恐怖片，因為嗰種刺激感喺心理上係一樣，你都會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急促。只要你改變對於害怕呢種感覺嘅解釋，例如你要爭取一個大單或者升職嘅機會，你好驚去開口，個心跳得好快，大部分人都會講得唔得㗎，自己開始懷疑自己。但如果你改變解釋，同自己講我好興奮啊，我好肯定宇宙一定會幫我搞掂呢壇嘢，就算搞唔掂都會有更美好嘅安排。當你改變對恐懼嗰個解釋，你係興奮嘅話，佢對你嘅影響又會消失。如果你發現試晒呢兩種方法都仍然反覆陷入同一種嘅困局，你就要留意一下你嘅恐懼盡頭會否嚟自於一啲叫無意識嘅壓力，而呢啲壓力通通源自於你細個童年嘅創傷。你有冇試過事業去到某個位就上唔到去，賺到一個數，突然間就會有突發嘅開支或者損失，因為你糾纏緊一個舊頻率，而呢啲舊嘅頻率就係由你過去嘅身份決定嘅。我有一個地產嘅學生啦，佢本身就係好勤力嘅，公司嗰啲培訓課程佢倒背如流，但係去到開單啦都係棘住啊，遇到客人嘅質素都係欠佳，都係永遠同人講諗下先啊。佢相信自己唔應該係咁樣，佢相信自己命運值得改變，所以佢投資自己上咗我哋課程。我發現原來由細到大佢嘅屋企人從來都冇讚佢嘅，甚至會為咗啲屋企好雞毛蒜皮嗰啲小事就鬧佢、批評佢，令佢長期都冇自信、缺乏安全感，潛意識係好害怕失敗、冇動力成功嘅。當我哋幫佢徹底清除呢啲童年創傷啦，令到佢成功改變潛意識、改變身份，佢就遇到一啲優質嘅客人，幫佢好快就開單啦，啲買賣單同埋一啲租單嘅，甚至乎最近創業成功，自立門戶，自己開地產公司做合夥人。唔少我嘅學生都係專業人士，佢哋工作能力一流，但係就會面對同工不同酬或者係升職冇佢份呢啲事情。咁喺其中一位學生做 coaching 嘅時候我發現原來佢嘅原生家庭係嚴重重男輕女嘅，無論佢做得幾好、考得幾好都好，屋企人都冇讚佢嘅，永遠都會淨係讚佢阿哥，即使佢阿哥考得差過佢，令佢細個嘅自己就會解釋俾自己聽啦。我做乜嘢都會唔及其他人。當佢處理咗呢個潛意識嘅障礙之後佢好快就升職加人工啦，另外得到學費10幾倍嘅回報啦，最緊要係實現咗愛馬仕自由。而我自己喺學習呢個進階吸引力法則嘅時候我都意外發現我接收超過一定嘅銀碼就會內心有嚴重嘅不配得感。咁同我其中一個記憶有關係嘅。話說以前有個 uncle 俾咗封大利是我，媽咪反而係非常之唔高興啦，因為佢覺得要還翻人情俾人。
咁令到童年嘅我會覺得收到額外嘅獎勵咧，係會帶俾屋企人負擔，而呢個障礙一路令到我大個咗個事業咧係有啲上限嘅。當我修正咗類似幾十個呢啲記憶之後咧，我好快就可以改變身份啦，同我理想版本糾纏嚇，喺幾年內顯化咗超過3000萬港幣以上。成功同努力冇關係嘅。當你改變咗你嘅身份，你嘅頻率就會改變，你自然就會量子糾纏到新版本自己嘅人生同埋你應得嘅財富。如果你都係專業人士或者銷售精英啊，想事業突破嘅話， coaching 其實喺外國專業嗰啲人士咧一路係個標配嚟嘅。我知道你相信自己值更加多，但係人咧往往都睇唔到自己盲點，所以我準備咗一個顯化障礙測試俾你，幫你初步揾到到底係乜嘢阻礙緊你，幫你揾到你事業金錢困局嘅真正核心源頭。記得去我哋嘅 Telegram 啦，免費索取，留言 test 呢隻字就得噶啦。你仲會得到一個1對1嘅專業分析，名額係有限嘅。最後我仲有多個 bonus 送俾你。我哋嘅潛意識咧覺得所有嘅改變都係危險嘅。如果你個人成日都好緊張嘅話，你嘅神經系統就會判斷你好危險啊，佢會唔俾你去顯化一啲新嘅事情。新嘅事情對佢嚟講就係唔安全嘅，所以你咧一定要做多啲深呼吸啊，同埋或者做一啲自己中意嘅事情，幫你減壓，令到神經系統感到安全，咁樣先至令到你潛意識咧係覺得安全啊，可以幫你創造一啲新嘅人生嘅。咁改變身份，改變命運，記得點擊呢個 QR code 去做呢個測試啦。拜拜。